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首先咧喺度恭祝各位咧馬年行大運，馬到功成，身體健康，財源廣進，心想事成，恭喜發財。咁今日係大年初唔係大年初，係年30，唔係年29噶啦。咁今日咧做啲咩咧？我就喺度開始咧要部署定咧2026年咧 QQQ 同 SPY 嘅買入部署噶啦。原因咧兩個啦，第一原因咧就係嗰個流動性咧急升啊，即係流動性咧比個商總升得更加快。你自己望望黃色嗰條線啊，升緊㗎啦，近來都升得好急下，咁仍未反應。第二樣嘢咧就係個 RSI MACD 咧都去翻中性，未話最靚仔，咁但係咧我覺得可以開始買入㗎啦。同時間咧小伙子一次過抌晒落去好啊，定係分注買啊，定係有啲咩指標入最好咧？咁我都花咗好大量嘅時間啊，用呢個 Manus 之前介紹過㗎啦Manus 咧去同我去模擬一下咧前10年同埋咧。之前嘅一啲最差嘅概況，如果喺而家呢個時間入最 worst 嘅情況，即係好似如果之後發生金融海嘯或者雷曼咧，有啲咩最差情況同埋咧幾時 recover， 同埋啦都係嗰句不就有投資建純講分享啦。而家咧我個心嘅最新諗法就係慢即係快啊，唔使貪圖一時之間嘅。咁但係我講一句説話啫希望振奮到大家人心，就係每個月投資3萬，我嗰時每個月投資3萬，10年之後咧就變1000萬。唔係講笑㗎咁多次小波子係之前啫咁但係我覺得後期可能科技嘅爆嘅趨勢可能更加勁都未定，咁都係嗰個啦，我自己睇法同埋小波子係3萬蚊一個月，一年就36萬，10年就係360萬，咁即係升3倍，有冇可能咧？同埋點樣做咧？咁我都簡單一句先啦，我呢排都會開始入㗎啦，咁而家600蚊到啦 QQQ。優先買 QQQ 啦，同埋嗰個比例咧下面有㗎啦，咁同埋都嗰句啦如果想早啲睇到小伙子影片啦，歡迎大家訂閱 Beehive，同埋咧會有一啲而家係6蚊一日，遲啲8蚊一日，甚至更加貴啦，咁都係嗰句早啲再早啲睇到獨家啦，同埋咧一啲優先嘅內容，咁事不宜遲啦多嗰句啦，不就有任何投資建議啊？咁而家咧新年我匿埋喺一間房度鎖住道門先。我覺得可以開始買入㗎啦，同埋咧比較唔同嘅策略咧，邊個會好啲？咁時不時即刻睇睇。咁可能呢條片太長咧，會分幾段啊，電話又冇電，同埋咧可能分幾段嘅。咁我希望分享到我覺得重要嘅資訊啦。咁我頭先咧就問一問 AI，咁可唔可以模擬一下幫我計算2010年呢個叫做金融海嘯之後1月1號開始買，咁買10年，買到2019年嘅12月31號，每個月買1萬蚊，最後總值幾多咧？咁總成本咧係1年係12萬啊嘛，咁10年咧就120萬，最後升幾多咧？咁我都唔花咁多時間啦，直接俾大家睇。咁如果你每個月買咧，就係咧去到呢個300萬嘅，咁即係升咗咧1.6倍嘅。咁呢個咧就係每個月去買嘅。咁小伙子如果一鑊過去又點樣計咧？同埋呢個頭先話 QQQ 嘛。咁相對上冇咁波動激烈嘅咧就係 SPY， 咁 SPY 係幾多咧？咁呢度咧都計到俾我啦，大概1倍到啦。咁即係10年升1倍，其實就話唔係話好多。不過想當年咧嗰個流動性咧都唔係升好多，咁而家流動性係升得比較急啲嘅。咁我覺得咧再落啦，咁咧睇下先啊。咁呢個係2010年啊嘛，咁我再問近10年可能嗰個叫做可比性可能更加強啦。咁因為近排個貨幣政策同埋一啲全世界嘅情況咧，可能對呢個金融制度嘅一啲全新睇法，或者係一啲叫做印錢速度咧又唔同咗。咁比較咗啦，SPY 同 QQQ 咧都大概咧係升1.2至1.8倍，咁之後由120萬咧升到260萬，同埋咧340萬。咁睇睇先比較兩個年期咧就即係大概都係一個正數嘅。咁呢個咧就 assume 咗多個 assume 咗咧QQQ 同 SPY 長期升咁但係小伙子係咪一定長期升咧？呢個冇人會知啦。但係美國作為全世界最強嘅地方啦，咁你覺得危險嘅可能咧再 share 啲買中國。咁中國同美國應該係未來10年20年咧最強嘅兩個地區嘅話咧，咁你覺得買呢啲 ETF 相對上咧唔使煩。咁都係嗰句唔使煩好緊要唔使煩。跟住咧喺其他地方密揾錢咧，再轉化落呢個 QQQ SPY 咧就我嘅做法。慢即係快啦，唔使急進嘅。咁小伙子而家即係你建議我哋係每個月買咁我就唔係咁講喎，因為咧錢抌落去嘅市場度，咁想盡量就係嗰個回報係巨大或者最大化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唔係喎，RSI 最平嗰時買喎，跌到30度，又或者MACD 黃金交叉喎，咁究竟咩策略好啲咧？咁我都叫佢幫我做咗統計㗎啦。咁呢度有寫啦。
每月3萬，講埋每月3萬先。每月3萬咧就360萬，360萬咧最後結果咧係去到1000萬。你冇聽咗1000萬，你自己望望呢度咧都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將呢條 link share 出嚟。如果你有興趣嘅話，我 share 條 link 出嚟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咧佢就話小伙姐 DCA 啊，每日或者每個月買好啲，定一次過抌落去好啲咧？咁佢都幫我比較咗噶啦。咁原來咧，咁當然啦，你好勁嘅一次過懟晒落去最好啦。咁啊原來咧仲誇張，係2000萬，你冇聽錯，2000萬。即係話如果你一次過喺2016年或者2010年成120萬懟落去，或者係咧360萬懟落咧，最後回報咧有成千，即係以呢個2000萬去計，你唔見到啊？極之誇張嘅。咁所以有冇話即係呢個方法又好又唔好啦？唔好就係會如果買一跌，咁美股最多咧近來係跌20% 啊嘛。咁即係話如果你360萬一次嘅咧，就可能冇咗50-60萬，甚至乎更加多。咁所以有好又唔好啦。平均買就冇咁驚，咁一次買落去咧，嗰個回報咧可能就會強大啲。咁亦都咧問咗佢咧，如果個 RSI 咧細過30先入，等下先啦，而家錄咗幾耐？嗰6分鐘啦。咁條片咧都約咗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即係喺前即係如果10年裡面點樣透過每個月投資3萬蚊得到1000萬咧？你冇聽錯，好誇張成件事。咁就係用呢個叫做定期投資嘅方法。咁如果咧更加進取咧，就一鑊過。咁但係呢個咧就要我而家都有啲心大心細，原因咧都係咧。都係相對上高位咁，同埋就而家矛盾嘅地方就係流動性咧仍然升咧，但係咧呢個美股咧係高位，咁所以上年就關稅戰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入市階段，咁400蚊而家升到咧60蚊。咁小伙之後我聽聞話有啲槓桿嘅喎，究竟買唔買好啊？2倍3倍更加誇張回報，咁但係當中有咩唔好咧？咁下集先講啦。呢個第一集咧話俾大家聽咧，而家我就開始買啦，同埋咧。買幾多點買咧，我就要再諗下，究竟係 DCA 啊，定係一鑊過買咧，定係跟指標買咧？呢個下集再講啦。咁多個得罪有投資建順講分享，話俾大家聽咧，每個月投資3萬蚊咧，最後咧得到1000萬嘅情況。咁呢個咧只係講緊以前嗰10年，未來10年點咧冇人會知，但係咧我就會睇準咗。我個人認為咧，我比較中意玩一個相對上咧低風，即係相對上低風險啦。未必有個股咁大嘅升幅，但係咧瞓得着，同埋咧可以抌大嚿錢落去嘅一個投資方向。咁呢個咧就我往後嘅最新投資方法啦。咁下一集咧講埋究竟用咩技術指標入市，同 DCA 嗰個回報有咩分別啦，同埋咧其他槓桿嘅 ETF 咧我嘅睇法。咁下條片再見啦。咁呢條片第一段咁可能分上中下喎，中下能講下究竟其他策略嘅回報點啦，同埋咧最尾咧講槓桿 ETF 嘅睇法。